专程来鹿港观光行大的人，为了来旧家感受台湾渐来渐失落的古早味，有人来找找愈来愈无得看的传统技艺。鹿港师是坚持用手工制造木工扣刀的老师傅，如今已经做成啊。老鹿港师的名，甲这块空板，正做是鹿港的文化资产。无偌大的位数，就是做40年手工扣刀的许先生，伊的技艺世界。手工制造甲机械生产上大的差别，一个是每每角角拢为着将来要使用的木工师傅在设想，一个是为着大量生产压价计销。许先生讲，这是时代潮流，无啥物对甲毋对。等伊做甲袂做的时阵，这项技艺就失传啊！台湾的少年人粗工毋做，幼工毋学，嘛毋知要传落啥。古仔町传统的美术工艺，新团长肯定这项技艺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。传承这个技艺的吴先生，嘛已经是有年岁的老艺师啊。手爱美丽，目色爱好，心思爱巧，体力爱有。这个基本要求，对一个老艺师来讲，会愈来愈艰难。伊讲，我的古仔町会当挡50年。我爱食100字，才会等着回头客。讲笑归讲笑，伊的人客上远到罗西亚、锡兰，还佫有日本、马来西亚、东南亚各国。伫这个国家点到台湾的光，这是吴先生上安慰的成就。有成就，嘛有烦恼。讲到文化，大家敢若精神上支持，毋是斗找出路。少年人看无远景，肯投入，结果就是2字：失传。